咁今日想分享就係我哋長線投資嘅親身嘅經驗啦。原本個計劃係拍攝步驟四，適當時機出貨。但係特朗普嘅關稅突然其來打亂咗我哋嘅部署，冇得出貨，反而係叫恐慌性拋售。但係反而係更加好，會令到我哋深入探討面對市場咁樣嘅回調，我哋係點樣根據圖表上嚟做決定。市場上已經發生咗好明顯嘅回調啦。你會決定係離場啊，定係堅持去持有？有時候回調咧，唔係代表一個失敗，係更加一個重新平衡嘅好嘅機會。每到禮拜日咧，我都會評估自己持倉嘅，尤其係長期嘅持倉啦。如果係對於我嘅 swing trade 咧，其實我每個禮拜都會喺個 Telegram 都分享翻每一個貨幣對同埋每一個市場咧嗰個叫做個趨勢啊、升跌啊，邊個係合理做跌同做升嘅，包括道瓊斯指數啊、S&P 啊，或者係恒生指數，甚至 Bitcoin 都好，我都會全部分享嘅。每個禮拜我都會重新評估一次。我睇到 HK50，大家如果有跟蹤我哋多嘅話，就知道其實我哋喺依個位置身上咧，已經叫做累積到持貨到600萬，甚至佢係未公布嗰個關稅計劃之前咧，我喺依一個位置咧仲加咗個倉添。係啊，即刻公布咗啦，市場接受唔到啦，就恐慌性咁拋售啦。我依然咧都係持有，甚至係會鼓勵我哋嘅同學仔，甚至現在蘋果嘅毛利咧係叫做加倉恒生指數嘅。喺乜嘢嘅圖表身上，我哋睇到咧，第一，我哋去重返 HK50 喺依一個叫上升突破上邊咧，去回調一個叫做下跌嘅下跌嘅趨勢線啦。佢突破咗啦，喺呢個位置身上好明顯嘅向上突破嘅回調，跟住升咗大概30幾個 percent、33%啦。如果由一個低位開始起計嘅話，但係如果你再放遠去留意去睇，用 weekly 圖去睇嘅話咧，你會見到成個趨勢咧，其實係實質係由呢一個底部，甚至連呢一個底部咧開始。所以你可以喺呢一度畫出一個上升嘅趨勢線，你就會發現佢下跌嘅影線係咁啱係有一個下跌嘅趨勢線咧，係有支撐佢上嚟，就係呢一個跡象令到我繼續持有恒生指數，甚至會加注。仲有喺其他嘅市場上咧，我哋睇到啲蜘蛛馬跡咧，係令到我哋咧係相信資金係唔會流入去叫做避險，去叫做去美金或者黃金或者瑞士法郎贏呢四大嘅貨幣，雖然都係叫做避險貨幣，但係你會睇到佢都係逃往去乜嘢位置咧？逃往去黃金。我哋喺 AUD/USD 開始講起 ，AUD 澳元啦上升，追翻之前嘅跌幅，甚至係更高。澳元係啦，歐元係啦，歐元根本冇跌過添，跌咗少少再升翻。鎊係啦，甚至連 yen 都係，全部跡象都反映緊美金係比較拋售而逃往緊去黃金，而黃金係處於一個係冇息嘅貨幣，係純粹係避險嘅作用。瑞士法郎嘅話咧，佢都係有一個避險作用，即係啲人係寧願擺喺銀行、擺喺黃金，都唔重新擺喺個股市身上，啱唔啱啊？我哋睇翻 USD/HKD，你就會見到其實喺過去嘅恐慌性拋售咧，資金係一直流入咗嚟香港，甚至係準備係叫做掂到7.75嗰個叫做強方買方保證添。喺依幾個跡象裏邊，都反映緊一個事實出嚟，就係依次嘅恐慌性拋售資金係翻去黃金身上，去叫做重新睇翻個市場係啱
定錯。如果個市場係追求一個更加保險，叫做保險啊，即係明顯係美國係好嘅話咧，佢一定係流入美金嘅。但係美金你睇到頭先幾個市場，澳元好啦，澳元好啦，冇啦，佢係升翻上嚟啦。歐元又好啦，佢一直向上添。磅都係咯，都係一直向上。yen 都好啦，即係最聽話嘅日 yen 啊、日元啊，都唔受美國嘅關稅影響，即係成個國家對於成個關稅計劃完全都嗤之以鼻。所以就係呢一點，我相信香港恒生指數係呢個恐慌性係一個好健康嘅回調，係更加值得去重新吸納，甚至係加注。所以現階段咧，我唔會止蝕嘅，根本都未到止蝕先，我仲有錢賺點，因為我嘅入場點喺之前呢啲較低嘅位置啦。儘管我喺呢度加咗注啦，但係都冇咗我嘅成本價咧，都係保持個現價再平均低少少。咁啊，現階段我係會考慮加注喺呢個位，現階段會沿住個下跌嘅趨勢性加注啦。咁啊，佢上望係幾多咧？如果用 weekly 圖去睇嘅話咧，呢條線基本上可以唔需要用噶啦。咁咧就用一條平衡趨勢線啦，畫翻上嚟。咁樣佢第一個目標咧，一定係之前嘅前高噶啦。咁啊，如果前高嘅話，現階段量度嘅話咧，攞白色話俾大家睇，佢有17%，即係如果今年17%，但係我唔會咁睇小恒生指數，我會更加傾向於佢會上升到今年嘅可能10月位置。10月嘅位置喺呢個圖裏邊啦，校翻個10月，去翻10月呢度，即係年底位置啦。2026年喺呢個位置身上，咁樣所以咧係可以上望到咧係58%，升到33,000點。咁樣不過呢個目標咧有啲高，咁樣打折嘅話打一半咧都有26,000點。咁樣26,000點咧就係大約咧26%，即係現階段要26%。咁我就好滿足啦，到時候就真係可以拍步驟四適當時機出貨啦。咁樣呢個回調咧，希望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叫做啟示，就係乜嘢叫做健康嘅回調，乜嘢嘅回調係值得繼續持有，就係你見到有跡象 ，OK， 見到佢跌咗啦，你係見到有跡象係貼住條上升趨勢線有support上去。咁你依單嘢同埋啲資金係流向咗去邊咧？佢冇流向去翻我哋俾大家睇先。佢有冇流向去叫做 S&P 500？有冇流入去納指？佢有冇流入恒生指數？定流入 Bitcoin？你一定要知道資金去咗邊。股市通常都係同步行。佢個資金全球嘅熱錢，而家全部流入咗黃金。咁樣啲黃金唔會一味上升上去噶嘛，佢會流翻出嚟噶嘛。流翻出嚟，佢要揾叫做有跡可尋賺錢嘅機會，唔係股市就係國家嘅貨幣。咁啊，國家貨幣佢冇流入去美金，佢係流入咗去黃金。所以現階段呢個恐慌性個拋售咧，係一個健康嘅回調，大家唔需要太擔心。甚至連我都未講基本面，基本面我係更加睇好中國嘅市場，因為中美貿易戰喺8年前已經打開咗，中國有個8年嘅時間，甚至唔知8年添，係啊，係足足係有更長嘅時間準備去應對呢個出口呢個產業對於佢 GDP 嘅影響，所以美國一出招，佢雖然有個股市有一個恐慌性嘅拋售啦。係跌咗接近22%，但係佢係中國第一個反制翻美國關稅嘅國家。好啦，咁樣呢一系列片集中於喺個圖表
教學身上。咁希望好短嘅時間，唔需要年底啦，就可以拍埋步驟細。我哋喺加注到幾多錢同埋幾時出貨咧，都會喺個 YouTube 度講俾大家聽嘅。咁呢個系列應該接近尾聲啦。咁如果對我哋嘅使用緊嘅交易技術、交易工具同埋我哋交易有興趣嘅話咧，咁以下連結報名就可以啦。我哋課程裏邊再見。